細個嗰陣，老師成日問我哋：你將來想做啲乜嘢？到咗而家，已經冇人再問我哋呢條問題，因為大家都已經默認咗，過咗30歲嘅中年人就唔應該再發夢。今集我哋訪問咗幾個中年人，睇下佢哋究竟仲識唔識發夢。By the way，呢個 channel 係記錄一個中年垃圾級公務員點樣唔甘心花一生嘅時間，打一份連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咩嘅工，成為一個官僚程序執行者、社會齒輪，一生就咁完結。去到65歲嘅時候回望，發現一生白過。我想逃走，做翻自己真正擅長嘅事情，揾翻屬於自己嘅價值。最後去到一個地方，喺嗰度我可以同自己講，我本來就係應該屬於呢度。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支持一下我，支持一下你自己。早幾日搭巴士見到一個廣告，係一個 NGO 嘅廣告，講述第三世界有啲女仔好細個就被逼結婚，除咗飽受性暴力之外，仲要成為生育機器。佢哋未試過拍拖，未試過去一啲遠嘅地方旅行，連青春都未開始，就要為生存妥協。我覺得好唏噓，佢哋好慘。但係之後我忍唔住諗，其實我哋又好得佢哋幾多呢？佢哋被逼早婚，而我哋就被逼早死。唔係講緊真係死，而係夢想同埋靈魂嘅死亡。對於我哋呢啲長唔大嘅細路嚟講，我哋都俾好多應該困住，應該要揾份工穩穩定定，應該要買樓，應該要結婚生仔，應該要安靜咁樣老去。你有冇問過自己，其實你想唔想咁做？細個嗰陣成日講夢想，大個咗就淨係得返現實。現實就好似一條安全帶咁樣綁撚住你喺張凳度，叫你唔好亂咁嚟。有時我會諗，係咪正正因為咁樣，我哋先越嚟越唔似自己？我唔係想逃避生活，我只係想仲記得點樣去發夢。今集我哋訪問咗幾個中年人，問下佢哋一啲關於夢想嘅問題。你仲記唔記得你細個嘅夢想係乜嘢？細個真係好細個嘅時候，曾經想做的士司機，自由自在咁樣每日揸架車周圍去。去到大學差唔多畢業嘅時候，嗰陣突然間迷上咗拍片同埋影相，好想做一個全職嘅導演。不如我希望嗰時我希望將我嘅諗法變成作品咁樣同世界宣傳傳開，改變世界。竟然諗住改變世界，咁你都幾撚戇鳩。咁可能真係要有啲戇鳩嘅嘢先至配得上稱為夢想。先要話呢，咁唔通一個廿幾歲啱啱 fresh grad 嘅大學生，佢講話佢嘅夢想係要做 JLE officer， 盡快上 Ponsa 山，咁唔通呢啲先叫夢想咩？夢想我都唔係太記得啦。咁你有冇印象？你讀緊中學嘅時候最開心係做啲乜嘢？嗰時有參加遊泳隊嘅，雖然冇諗過叫入港隊，但係每次為咗比賽而努力奮鬥，覺得好有滿足感同埋成就感。中年人仲邊有資格講夢想啊？咁你覺得而家去到30幾歲，有冇邊啲嘢係你後悔過去30幾年冇做到嘅呢？或者做咗？可能都係冇爭取到讀書嘅時候去外國 exchange 咯，甚至乎去外國生活幾年。覺得香港人一世留喺一個咁細嘅香港，係一件好悲哀嘅事，好似井底之蛙咁。點解香港面積細，生活喺度就等於井底之蛙呢？或者咁講，都唔關面積事，但係香港人嘅人生觀太過狹窄，所有嘢都係要靠錢去令你擁有一啲嘢，去買一種安全感。人生就好似 Formula 咁樣咯，去到30幾歲就要有車有樓，有個3歲大嘅女，要結咗婚，要喺大公司做嘢，做到中層管理 manager， 咁樣先叫正常。你同人講你35歲，下年嘅目標係去德國打工，全世界都會當你傻仔。穩定呢兩個字就好似大家係花一生青春去追求嘅事咁樣咯。不過都冇計啦，唔係65歲退休之後點算？真係要住公屋攞綜援咩？到時都仲唔知有冇呢啲嘢。訪問完佢哋之後，我上網睇咗啲資料，原來香港人平均每個星期工作43個鐘頭，但係當中竟然有70%人話份工對於佢哋嚟講係冇乜意義。我哋每日起身返工、收工、食飯、瞓覺。其實你仲知唔知自己係邊個？細個嘅時候覺得夢想雖然好遙遠，但係你以為自己總有一日係會達到，可能係18歲，可能係25歲，你就會達到。但係去到中年，你發現所有嘢都幻滅。細個嘅時候，你總以為自己係電影入邊嗰個英俊靚仔，擁有特異功能嘅男主角。但係大個，你發現
你原來只係電影入邊俾人一刀斬死嗰個哥布林。到咗中年，夢想變成一種好奢侈嘅念頭，可能只不過係想重新再開始一次。我知道我哋呢個年紀講夢想好似好肉酸，好唔實際，但係我諗最少我哋可以問自己一句：如果時間真係會倒流，你仲會唔會揀翻而家呢條路呢？不過其實最容易揾到你個夢嘅方法就係而家瞓覺。我都要瞓覺啦，早唞。呢個 channel 我會分享我點樣一步一步，一邊準備離職，一邊進入21世紀應有嘅技能去裝備自己。目標係2年之後可以離職，走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我知道30幾歲先嚟想離開體制係一啲都唔容易，但係我唔想去到50歲先嚟後悔。如果你都處於迷失嘅狀態，想揾翻自己條路，我諗呢個 channel 應該都啱你。我哋一齊拍住上。